museum of Russian invasion. Yeah, this is our regular bag, but I will put it like this to wait for our class. Okay. Manager. Thank you. 而家其實會睇到今行嘅節目係 Andy 嘅迷你風防曬，我係面波，我係興仔，我係阿安。耶！歡迎你啊！阿安來到你嘅節目，禮拜六有失戀嘅博物館。失恋博物馆还透露自己好像失恋了是吗？我哎以为你的大方那不向是啊，就是在克罗埃西亚的失恋博物馆，它是一个全部所有展出的东西都是路人甲乙丙丁所 donate 所贡献出来的。对，那所谓的失恋呢，不光是爱情，或者是你的亲情、友情都可以是失恋。所以在当中呢，也会有人是，比如说他的儿子的离开，所以他把他们的东西或他送给他们的东西给捐出来，这样。哎，冇錯，就加油氣架嘅景樣。不是结疤以后的那个疤啊，嘿，get that 啊，对，get that 嘅疤，係嘛？把那个疤捐出来。哦，就是有一段故事，他都会写一段故事，说这个疤是什么什么什么来的，所以我把它捐出来，或者是有人的什么什么什么的药膏。那为什么我要捐一个药膏呢？因为这是谁谁谁送我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把它捐出来。我也捐了一个东西，哇，这是非预期的，真的是非预期，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这趟旅行会去克罗埃西亚。哦，原来是世界各地什么人都有，什么捐的，就像我刚刚讲啊，什么结的疤啊，或是一扇门啊。都是可以是被捐出去的。門送過去運飛英國動工呢？对，所以就是很多它的故事性嘛。对，那我自己是捐了一个小瓶子，然后里面呢是洗手乳。那怎么来的呢？那干嘛要自己爆自己的料？真白痴。没关系，我们也想要来看看失恋博物館有什麼。送本呢？对，就是我的手那时候湿疹，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是很体贴，然后就是他去找的那种完全不刺激、没有味道、没有香精的这种洗手乳，而且还是环保用的补充包哦，所以他还特别自己再去买了罐子给我，就2样一起交给我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因为失恋嘛，所以我就把这个捐出去。不過你吸金錢又唔知道你會來要畢業，鼓手你當時是隨身攜帶，然後你為什麼決定要把這個東西割愛出來？就是我把它带在身上，因为我知道这趟旅行我还是需要洗手嘛。哦，对啊，不是说失恋了就不洗手，还是要洗手嘛，湿疹还是湿疹，还是要洗手嘛，对不对？对，所以你是离开了失恋博物馆去某一岁数哎，我就用别的有刺激的东西洗手。对啊，就是我是带在身上的，但是到了失恋博物馆，我就觉得，我想要把它给我曾经的爱，然后捐在这边，然后我希望可以自己更多的放下这样子。哇，也是一种疗伤啦。对，其实是边捐边哭的概念。好的，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在失恋博物馆，那我先连上了他们的 WiFi， 他们的 WiFi 的密码是 just friend。OK，I will just read it out。这是他送我的第一个礼物，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交往。他知道我手长湿疹会脱，找了日本进口的无刺激洗手液，还买了2个瓶子给我，真的很撩。后来我们交往，我们一起大笑，一起旅行，认真吵架，认真结婚。然后我们在大雨中大哭、拥抱、亲吻、分手。到了在格勒布是一个意外，不意外的是我带着这个瓶子还有洗手液。我希望他一直陪着我，我也希望你一直陪着我。在我心克服不了自己，选择结婚。飞越了半个地球，我决定要在这里把你送给失恋博物馆。I'm donating the above object to the Museum of Broken Relationships. I understand my object and its story can be viewed,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our museum materials. Signature. Here is the pen. Okay. So can I put it inside? Yep. And this is the object? Yes.
But it's liquid. But somehow that you can just leave it because the box is disposable also, not only drink. Yeah. I'll give it to museum of Russian basic. And this is our regular bag, but I will put it like this to wait for our class. Okay. Manager. Thank you. Nice and easy for you. And maybe I can have a photo. With this? Yeah.